最近呢1個月咧，我又去旅行啦，成日都要拍掃街片俾大家睇。老實講，我真係咧嗰個肚腩咧係大過個波，而且我仲要係澱粉質控介紹呢一款 YouTuber 咧都極力推介嘅 Kellocut 懶人健卡啫喱，含有專利抗電子油成分，當中美國專利白腎豆萃取，係天然嘅澱粉阻斷劑，餐前食1條可以阻隔66% 澱粉吸收，促進甜食類產品代謝，減少脂肪堆積。佢係咧食落去有少少梅味嘅感覺，係甜甜地嘅，係唔使送水。佢呢一款咧係更加愛呢一啲澱粉質控食啦，同埋中意食甜品嘅你咧都非常適合。每日常咧食1條，但係如果好似我咁樣啦，成個夜晚掃街放題打邊爐咧，就可以再食多1條，咁就減輕你嘅罪惡感啦。等我食多條 Kellocut Jelly。進食1碗白飯為例，正常白飯熱量會完全被攝取，食咗 Kellocut之後，只有大概1/3嘅白飯熱量會被身體攝取，做到抗油效果，去廁所更加明顯。食咗3個星期之後，朝早一起身呢條腰係真係冇咁脹嘅。減重嗰陣時配合埋 Kellocut 就可以唔需要特登忍口或者捱餓，幫你更加快瘦落嚟。Kellocut 更獲評級為最安全嘅等級，可以抑制升糖達70%，可以安心食用。另外佢嘅姊妹產品 Slim Pro 極瘦菌，只要瞓之前食1包，將200億嘅瘦菌定植腸道，只要增加腸道嘅瘦菌，就可以提升基礎代謝，阻止脂肪合成，1個月見效。Slim Pro 極瘦菌同埋呢個 Kellocut 都係萬寧做緊優惠，兩隻一齊食，瘦身效果更加快。